由南良集团投资的3S 健康小屋，为了落实长照2.0的精神，伫台北、承德、彰化甲高雄市的城市设立据点，为社区民众提供免费健康咨询等服务。现在台南的总店嘛，伫咧18里盛大规模。剪彩仪式由南良集团总裁肖登坡、三优生健康事业董事长林昭亮等贵宾共同剪彩。望3S 健康小屋未来以真爱大健康这个理念为出发点，照顾民众的健康。开线，掌声响起，祝我们开幕大吉。我一再的思考，我是要谨守的我原先的老本行，或我应该选择来做什么？这个是我当初对我的一个挑战。之后，我报告给大家，我选择了就是我们现在的大健康的基础的产业。3S 健康小屋创办人，同时也是三优生健康事业董事长林昭亮表示，3S 健康小屋响应政府长照2.0政策，透过健康小屋的设立，除了照顾社区民众健康，嘛会当推动养老敬老的观念。现在政府非常推动的是长照2.0，那我们希望能够去响应这样对我们的长辈非常有意义、有价值的事情。那健康小屋呢，它秉持的一个我们要去对长辈的扶持啊、守护啊，那更重要的就是说，人只要到了一个年纪，他最重要的不是只有健康的身体，他更重要的是要大家用一种养老尊老的一个方向来尊敬他们。对，那健康小屋当然是希望有很多不同的活动来做更多的呈现。我们会做很多的那个独居老人的一个所谓的那个拜访，还有做很多弱势团体的拜访。那甚至在我们崇善里的很多活动，健康小屋都会很积极的来参与。林昭亮指出，健康小屋的成立宗旨，以实现长照精神，推动社区参与、健康促进以及延缓老化3大指标。因此，健康小屋除了免费提供尿生管、体重、血压以外，也将今日去社区提供行动义诊服务，并会邀请专家举办健康讲座，提升社区民众以及长辈健康品质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